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。中國人每一年都有一個動物代表，你有冇諗過點解貓唔喺12生肖入邊？今日就等我哋一齊聽下呢個中國嘅傳說12生肖嘅故事。好耐以前，天上嘅玉皇大帝想要選出12種動物嚟代表年份，佢對所有動物宣布，聽日朝早最先到達天宮嘅12隻動物將會成為12生肖。消息一傳開，所有動物都好興奮。聰明嘅老鼠知道自己跑得唔快，於是佢去揾咗最勤力嘅朋友牛大哥。老鼠同牛講：牛大哥，你腳長跑得快，聽日可唔可以載我一程啊？牛大哥心地善良，爽快咁應承咗。第二日一早，牛大哥就孭住老鼠出發啦。佢哋渡過咗湍急嘅河流，翻過咗高聳嘅山脈，一路遙遙領先。就喺佢哋就嚟到天宮嘅時候，狡猾嘅老鼠喺牛嘅背上跳咗落嚟，搶先一步衝咗入去天宮嘅大門。玉皇大帝睇到老鼠第一個到達，就宣布第一名係老鼠，緊接住勤奮嘅牛大哥亦都到達咗，成為咗第二名。跟住老虎、兔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仔、馬騮、雞仔同狗仔都陸續到達啦。豬因為掛住瞓覺，所以遲晒大到，最後一個到達終點，成為咗第12名。至於貓，因為俾老鼠呃咗，以為比賽係後日，所以錯過咗比賽。從此以後，貓睇到老鼠就會去追，呢個就係傳說入邊佢哋成為天敵嘅原因。就咁，12生肖嘅順序就決定咗，每一年都有一種動物嚟守護住大家。原來12生肖每一隻動物都有佢嘅性格同寓意。老鼠聰明，牛勤力，虎勇敢，兔溫柔，佢哋一齊組成特別嘅12生肖。記得訂閱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，我哋下次會再講更多有趣又有知識嘅故事。拜拜。